其中有一条一透早来到佛光山南台别院的药本现场，除了供迎太子入场，用虔诚的心诵经敬拜，甲正人药本，祈求佛祖保庇店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以外，嘛提醒做人事事爱感谢父母恩，祝福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。浴佛的这个活动，一方面是祈求佛祖保佑我们台南市风调雨顺，市民平安；另外一方面，也是借着浴佛，也能够洗涤我们的心灵，能够净化我们的社会，也希望能够让社会上善因善缘能够持续圆满。今天同时也是母亲节，我相信这个母亲无私的奉献，为了这个家庭，就像佛陀在照顾着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一样。我们借着浴佛洗涤我们的身心，让我们本自具足的这个清净的佛性能够显发出来。每一个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你只要把你的清净的佛性显发出来，你净化你的身口意三业，你就能够提升自己，就能够做最好的自己。迎接一年一度母亲节，嘛是圣诞节，由佛光山南台别院精心筹办的药本祈福盛会，除了透过药本来净化大家心灵，显化善心善念，嘛规划园游会甲户外写生，和亲子互动，共同度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。咱的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